办的讲座，上海叫做牛埔庄讲义所，可能相连的人拢知影，但是若毋是相连人，可能无啥了解。实际上，相连教会还未设立的进前的前身，叫这个牛埔庄讲义所，迄是宣教署的教士会因所设的，然后才发展做相连教会。相连教会因为是即个附近有2个B 连做伙，所以即个区域叫做相连。阮即个牛埔庄讲义所呢，是伫相连教会设立100周年的时，就差不多7年前，迄阵就是讲，免来庆祝咱的100周年，所以设一个牛埔庄讲义所。即个目的是安尼，就是讲咱教会有一个装备委员会，这是对内做信仰的教育。牛埔庄讲义所差不多是等于是教会外交部啦，是对外。上海要用牛埔庄讲义所，就是讲，好真侪未信的人，会当较容易踏入去教会。所以咱这讲义所捌办过足侪活动。较早上较侪人的一边，应该是姚立明教授，所以咱是无分教派，无分语言，无分伊的色彩，只要对咱的信仰生活、社会文化等等有帮忙，咱拢会邀请。第二个上较热门的讲师是迄个吴家龙。吴家龙是名嘴大家拢看过。伊是叫做经济专家啦吴家龙的讲座拢坐甲满满。吴家龙这人嘛足趣味的，伊一个讲阮普通若讲拢2点钟嘛，2点钟等于讲你讲100分钟就好，其他互大家互动，小可讨论者。吴家龙伊一个讲对1点开始讲，讲到5点半拢毋煞。我讲拜托你，你爱停啊，无我去请大家食暗顿，我嘛无法度。所以其实牛埔庄讲义所是一个平台，会当互咱的信仰真做生活化，甲这个社会有一个真好的连结的关系要讲到这是主要是要引导讲，这礼拜六牛埔庄讲义所阁有一个真重要的讲座，你若未报名，请你赶紧报名，因为我来请你食中昼顿。你无报名，你就家己食家己无要紧啦。做你来听。这个讲座是关系因为长老会100几年中间，捌拄着迄阵的政府，莫讲什么政府迄阵就是较无遐尼自由，较无民主，所以呢，这个政府有派足侪人咧监视长老会有1500间，每一间教会拢有人伫内底，足侪人毋知影这代志我嘛是最近才知影。咱这个拜六这个讲座，就是要讲关系转型正义。所以转型正义来讲，咱毋是要清算，毋是讲要对付啥物人，是要知影讲，迄个真实的面相是啥。做一个基督徒，你是要安怎来面对这款就是讲古早的历史，咱免咱来包容接纳，免咱来面对这个古早的历史。所以有黄克先教授，黄克先教授是主持这个研究的教授。有陈南洲教授，陈南洲教授伊等于是被害者之一啦。因为我咧办这个活动的时，有人咧问讲，咱会当去看遐个档案？你袂当去看，因为南州是因为本身互人监视，所以档案遮悬。伊会当去看家己的档案，所以伊会来跟咱分享伊伫即个感受。
啊，搁一个就是郑养元教授，台湾作息的，台湾新学院的历史学的新学教授，啊嘛是历史的教授。伊对历史，因为咱的上帝是历史中的上帝，啊，伊对历史来看，这个过去专制时代的台湾的状况，甲现在新的时代，咱要安怎来用真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议题哦。拜六是足重要检讨的拜六的课程会伫7楼的礼拜堂欢迎各位继续报名来参加吼。有人咧讲就讲，基督教的信仰是外来的信仰，其实毋是啦。无一项信仰毋是外来的。若讲毋是外来，嘛毋知啥物叫做毋是外来的啦吼。耶稣基督伫耶路开始传福音的时，伊进入去会堂，人摕圣经互读。伊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第61章，61章讲上帝用油抹我，叫我传福音互送向人，互受掠的来得到透白，互痴迷的得到看见。受压制得到自由，我相信这个就是咱所谓的福音的上界中心的思想哦。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普世化，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这款的福气，来得到透放。所以足重要，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不管你还未信，还是你已经信，拢是足重要的这个议题。伫咱整个，我相信到即个会吼，足侪人拢经过真侪无共款的政治的现况。上界大台湾的改变，应该是对李登辉总统伫1988年开始，伊主政以后，将台湾带入民主自由的新的纪元。这个民主自由的纪元。互台湾脱胎换骨，真做慢慢演变，变成现在较比较正常的一个国家。咱真欢喜就是讲，伫咱这个时代6、7年久，蔡英文政府甲赖清德副总统，甲苏贞昌行政院长。因这个也是真好的团队，伊所带予台湾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今年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达到6%，大于6%，这已经是足久以来上界悬的经济成长率。表示讲，伫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中间。其实每一个国家拢真辛苦，但是台湾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因为咱的防疫嘛做了，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更较重要就是讲，台湾原本伫这个世界是国际孤儿，但因为蔡英文政府实在真有智慧，伊真吞忍，说。有机会，互台湾脱胎换骨。现在咱甲台美的关系，应该是自台湾甲美国断交以来上界好的关系。当然，除了蔡赖苏这个团队所带予这个国家的祝福以外，咱来感谢的就是咱的前台湾新学院院长。萧清芬院长的查某囝萧美琴，美国的大使，伊嘛做真大的贡献。所以伫咱进来这个政府的带领以来，咱已经不但伫
国际上迄个透明度足悬，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所以咱已经毋是国际孤儿。我看有一寡外国人YouTuber 吼，伊伫咧网络写讲，恁台湾人哪会拢定定轻视家己？恁是足伟大的一个国家，恁的百姓也足好，政府也真清廉。我咧想，确实有人安尼想啦吼。我相信即个台湾人已经拢足有自尊、有尊严，因为咱共同的努力啊，不但带进咱整个国家的祝福啊，因为咱的努力，上帝也特别的祝福咱。咱即时咱做伙，我要邀请阮教会米利安赞美团来带咱来唱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咱今日来参加牛埔庄所办的演讲会。敢有第一遍来到咱上林教会的兄弟姊妹？有无？哦，徛徛，互咱家拍扑啊，家欢迎，欢迎你们哦！感谢赐平安甲祝福的上帝，因为你甲咱同在，咱就袂惊吓。愿主的真理要变照全地，嘛恳求主的国度会当降临，互咱的一生拢会当欢喜快乐。请咱做伙起立好无？我邀请兄弟姊妹开喙，拍开你的心门，咱来学了咱的上帝。如果你身体无方便，你坐落来甲咱做伙吟会使吼。来，为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全能阿爸天父，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高降临，愿所有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高降临。土地，咱诚心来祈祷。为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我跟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我调比较。咱做伙开喙，为着咱的国家、甲台湾这块土地来祈求、甲祝福。伫这个国家每一个生命，
拢要享受对上帝来的平安、喜乐甲尊严。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为这块土地来诚心祈祷。为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我主的真理，哪敢全地天上？为这个城市，我徛比憔悴。关注的我命，临到这个，愿全力阿爸天父。愿全力阿爸天父，愿你无共你，我所有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阿爸天父，愿你无共你，我望甲喜乐。咱搁求全能的阿爸天父，愿你的国来降临。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感谢上帝，互咱的恩典拢无煞，请咱将掌声来归予荣耀的上帝。感谢上帝，请坐。感谢主，台湾这块土地充满祝福，有一种讲袂出的水。因为等一下要唱的歌词内底有讲田中的白灵丝，山顶的百合花，这是上帝哪里啊祝福咱这块台湾的土地。虽然台湾的土地无遮定大，不过农作物非常的丰富，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手术福气，互地上富裕，结实献出疼痛的根贵。请咱来吟这首《耶和华祝福满满》。田中的白灵丝，无欠配啥物。
求上帝带领保守咱的国家，互搁较侪人会当看见上帝的荣耀。伊的慈爱无尽，恩惠满满，伊的祝福嘛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因为四好的源头就是耶和华，所以俺真正感谢上帝，互台湾这块土地遮尔啊水丰富。接续，俺们来唱这首1993年萧泰然教授为郑儿玉牧师所写的诗，伊所谱的曲《台湾翠青》。这首台湾的诗，捌伫1998年国际诗比赛中间，互足侪人足欢喜来吟这首诗。请咱即时做伙来吟这首《台湾翠青》。太平洋西浪海里，你的歌台湾翠青，早前我花红地，见到大地出头天，永恒天花的基础，数着阮的阿祖，人类文化世界和平革命，向前永恒在太平洋。太平洋西浪海里，你的歌台湾翠青，早前互我风地，见到大地出头天。好不好？徛起来唱好不好？变化的基础，世俗阮的正祖，人类文化世界和平革命，向前永恒在。只是咱先欣赏麦奥林甲钢琴的演奏。咱再来唱吟一遍来。太平洋西浪海里，你的歌台湾翠青，早前互我风地，见到大地出头天，永恒天花的基
正是美丽的台湾翠青。俺特别出头天啊，请坐，请大家请坐。感谢米利安赞美团啊，带咱吟真好的诗歌哈。有人伫下面咧讲，这个上尾首是台湾的国歌啊。那咱这是咱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的副总统来到咱中间。咱还未开始这个演讲会开进行，我邀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施信德牧师来带咱开会祈祷。请咱三甲祈祷。主啊，感谢你赏赐阮人类徛起的地球，对阮来讲是个真好的祝福。你要爱阮透过甲你同工，世间人来宣告你的创造甲救赎。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愿信上帝赏赐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但过来这段时间，阮台湾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阮有真大的代志爱透过公投来决定。总是阮知公投是落实台湾人人民意志的一个机制。愿望这个公投真正会当发挥伊应该有的功能，毋是像现时阮所经验到。造成社会对立甲无信任，所以根据神学甲信仰的主张，阮徛伫台湾人民甲土地立场，要重视全体人民的前途甲共同的利益。互阮伫参与公投的时，必须爱了解实安甲目益。环保甲能源政策是互相互动的，阮应该对基本的人权、整体国家利益甲国际标准来做决定。愿望阮会当做上帝你伫即个地上的好管家，互阮伫做这个决定的时。毋是干那一个真矮细的观念，互阮是徛起信仰，甲要负责任来甲上帝你管理这个世界所做出的决定。上时，阮也认为教会是正做各好的使者，所以阮也要呼吁阮台湾人应该促进人类甲生态、社团甲社会。政党甲政党中间，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各号的大能，继续大家会当生活伫上帝团契内面来合一。阮今日暗真欢喜，为邀请到副总统来要甲我分享对公投这项事来看台湾的未来，通过伊的分享。搁一摆开阔阮的心，开阔阮的眼界，互阮会当用伫一个搁较开阔的角度来看，即个公投即几项事，甲阮的生活，甲阮台湾的未来有甚物款的牵连？互阮听了后，也会当真负责任来做出阮的决定，
伫未来即个决定会影响着台湾的未来的前途。愿将阴暗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上帝你的手，求你互阮有清楚的脑筋，互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副总统所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愿将时间恭敬交托伫上帝你的手，愿你带领，愿安尼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遐未介绍副总统进前，我介绍在场的几位贵宾。第一个是内政部的政务处长陈宗安处长，第二位是卫福部的政务处长李丽芬处长，第三位是徐家清，是一级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来到谢晒。第四位是立法委员吴丽华，也是卢凯祖的原住民，也是民进党第一个选调立法委员的原住民。多谢带咱祈祷的是总会议长施信德牧师。要介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总干事陈信良牧师。一定要介绍是本堂本教会蔡正德牧师。要介绍台湾公报教会公报社的社长方兰亭牧师。还有教会公报的总编辑陈义凡先生，一直了表，请来头前啦。赖副总统伊伫1994年因为伊是台南医师联谊会会长，迄阵咧帮忙。陈定南咧选迄个首长，迄个中间伊开始插到即个政治，所以96年的是正式放弃医疗的生涯，踏入政治。98年伊选调立法委员，伊伫立法委员总共4任12年中间，拢一直是评鉴第一名的立法委员。伊伫2010年选调台南市长，14年第2任的时，伊选调连任，伊得票率是72.9%，这是破纪录的。2016年的时，大家拢会记的，叫做美浓大地震，台南维馆金龙大楼倒去。迄当时赖清德市长伊率领警察、消防人员无暝无日，伫咧帮忙这灾民，所以伫迄阵，大家共同称呼伊叫做第一名的市长。2017年，蔡英文总统所征召去出任行政院长，当时以后就变做蔡英文总统足重要的政治同伴，所以伫17年，就甲迄个应该是20年啦，20年甲蔡英文总统做伙选总统，所以真的副总统我所观察的赖清德副总统伊的人格有几项特质。第一人，伊是择善固执、嫉恶如仇的人；伊是尊重专业的领导者。第二，伊是脚踏实地，始终到尾头到尾拢是一致的人。伊是务实、坚持、
唔惊挑战，伊有医生的特质。伊真认真、真尽职、真有耐心、真细心，佮有疼心。伊的抗压性会遐强，是因为伊做过医生。伊用人的伊的原则就是讲，选用对的人，无用我的人。哦，这无简单。哦，所以用的拢是正确的，伊四周围拢是正确的人，包括陈宗彦市长。伊是公私分明，所以因有伫家庭有一个主，伊就是因的厝里人吴美如夫人，伊不干政的，毋是像足侪夫人是足爱干政的哈。所以伊夫人不参加政治，不陪赖清德副总统跑摊，可能也无啥物摊堂跑啦，伊拢是来咧演讲团、演讲场啦。副总统其实是一个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毋过真不幸，伊这边中共咧选叫做台独惩戒者的名单咧无伊啦。当选的有苏贞昌、尤锡坤、甲吴钊燮，我相信后壁名单阁足侪啦。罗清德副总统应该是排伫头前啦，只不过伊迄种暗藏，迄黑名单。今仔日咱真荣幸，会当我实在是料想袂到啊，因为吴伯珍万那久这上海大咖的一个讲者啦哈。邀请伊来现场来演讲，伊要分析的就是拄则咱的议长有所提到的，讲四大公投，这若是上个热门的议题这个四个议题，等下要请罗清德副总统来好好来甲咱开讲互咱大家拢会搁较清楚是安怎爱安尼请咱即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万里的囡仔，建中台大医学院、成大医学院毕业，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曾任立法委员、台南市长、行政院长，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上台。多谢我医界前辈我哪有受过医学训练的，咱苏博士的苏长老介绍另外，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所敬爱，咱市议长，咱市议长，以及咱陈总干事，搁咱蔡牧师，另外咱今仔日参与这个盛会，咱方社长，方社长，搁陈宗安处长，吴委员，咱徐家清。是副委员长李丽芬这个处长在座咱各位长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足欢喜有机会来到双连教会，参大家共同关心台湾的前途。我首先要感谢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00多年来。伫台湾社会当着疾病威胁、欠缺医疗卫生的时阵，引进上先进的西方的医疗。当台湾社会普遍教育无普及欠缺这个知识的时阵，会咱个推动白话文引进第一代这个印刷机，成立公报社成立报纸，建立学校。那么另外呢，咱有伫台湾各所在成立教会，传播福音，互人民有信仰，内心不再惊吓。当然而然，咱嘛参与台湾社会各种的
公益的活动，实际上参与社会服务。其实这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实的情形。咱是用医疗、教育、用传道，而且用社会服务，向台湾社会展现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爱。所以，咱教会爱毋是口号，咱教会爱毋是虚假啦。咱教会爱是积极批判，勇于入世，参与改造。这嘛是咱台湾社会有法度通继续进步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其实咱基督长老教会不只是关心社会事务，当咱国家发生生存关键的时刻，咱嘛拢一直拢徛伫头前，带领台湾社会。比如讲，1977年发表人权宣言。希望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伫1992年，当时的政府咧推动核能发电厂第4厂的时阵，咱嘛阁徛出来，发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反对核能发电厂的声明。伫今年2021年12月18，就要来进行4项公投。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同款。伫亲信的议长陈信良总干事以及各位牧长的努力之下，咱嘛再次发表对这4项公投咱的声明，希望台湾社会大家会当共同来支持。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来到双连教会，来甲大家报告按公投来谈论台湾的前途，我本人是非常荣幸。所以，因暗我想讲，伫我进入公投内容进前我要来甲大家报告现主是台湾伫国内外的一寡情势，希望会当得到大家的这个指教我想大家应该感受真深啦。中国对台湾是要拍要死，处处打压，除了外交甲咱封锁。另外，飞机、战斗机，人是无人日飞来到咱的航空识别区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呢，咱看到咱并无孤单啦。国际社会对台湾非常关心，有非常支持。你看最近安倍首相公开讲的，台湾有代志，就等于日本有代志。安倍首相伊家己阁公开讲伊讲伊每一遍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拢甲提醒，叫中国毋通做出错误的判断意思是讲，日本国际社会袂束手旁观最近安倍首相阁讲甲足清楚，阁进一步讲。所以有代志，毋是讲只是战争啦，不只是只战争。你若讲网络攻击，致使台湾社会受到重大影响，这有哪算日本关心的范围所以你看，另外咱阁看美国，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毋是前一任的川普总统对台湾支持尔。现任的拜登总统对台湾嘛真支持。你看邀请前这个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去到美国，也是邀请文在寅韩国的总统去美国，也是拜登去参加G7这个7大工业国这个会议的时阵，联合声明，国际联合声明。拢甲台湾的议题放伫内底，拢希望讲会当稳定两岸和平发展换一句话讲，无可能看台湾单独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最近 CNN 有一位记者，咧访问拜登
讲如果中国若真正武力攻打台湾的时阵，美国敢会协防台湾？就拜登干那一句话尔，讲会，因为美国对台湾有承诺嘛。啊，结果呢，一寡亲中的一寡媒体，也是所谓的这个名嘴专家，伊讲啊，这拜登老啊啦，你老啊啦，所以伊不会讲伤超过讲伤超过。结果咱看到伊的少年的国务卿布林肯，面对同款的问题，伊讲搁较得得啊。伊讲不只是美国的协防台湾啊，民主阵营的国家会有集体行动。哇！这个布林肯另外，伊搁讲呢，伊讲1972年啊，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文啊，只不过是咧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联合国啊，并无干涉台湾啊。所以中国无应该50年来啊，用2758号决议文伫世界各国封锁台湾的空间啊。所以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伊嘛希望联合国其他的会员国参美国协作会共同支持台湾。另外，最近有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就是本来澳洲甲法国买这个柴油动力潜艇，结果这摆换来甲美国买核子动力潜艇，当然法国总统真无欢喜啊。其实咱内行的人拢知影，这毋是单纯一笔生意啦，毋是啦，因为美国哪有可能讲一定爱这笔生意呢？来得罪这个法国，无可能嘛。那安尼美国所为何来？就是因为希望澳洲Quad， 就是美国、日本、印度、澳洲会当扮演更较具体角色啊，来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所以美国专门卖予澳洲核子动力潜艇，而且核子动力潜艇过去澳洲要甲美国买是买无啊，因为国势改变。另外，不只是美国安尼尔咧，嘛毋是美国政府尔。你看国会参议员、众议员一批搁一批来到台湾访问，来关心台湾，要来了解台湾的需求，希望会当透过国会力量帮忙台湾和美国更较密切的合作。过去台湾若要邀请美国的国会议员，无论是众议员、参议员，他们讲迄度年节啊时阵，哪有可能的？什物双十节啦，什物节，若来是一半个啊哇，就敢若像作样啊咧。这嘛毋是的，这嘛是一阵，搁一阵，而且因搁主动来咧。欧洲嘛共款哦，欧洲议会最近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啊，就印太地区和平的战略的和平战略啊。这是欧洲议会第一遍通过这款的决议。什么原因呢？共款，因关心印太地区的安全，因无希望中国懵懵懂懂采取武力的手段，想要并吞台湾。另外，佫互咱较感动的是，波罗的海3个国家，过去因这3个国家是足勇敢，面对苏联独裁，后来因成功啦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最近你看立陶宛啊，哇，非常支持台湾，欢迎台湾去因的国家用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啦。中国甲恐吓啦。讲你袂使答应互台湾用台湾的名义伫恁的国家设立代表处。伊讲若安尼，互你武力到地全世界一中一台会走出来，闽两个国家会走出来。立陶宛无要听伊话，结果中国甲恐吓，你若毋听，我要甲你经济制裁，伊嘛无插伊咧。用你若经济制裁你物件，无安尼我外交要甲你杠定，本来大使馆杠落来变大办处，结果立陶宛嘛无做问题。
立陶宛人口比咱较少呢，因的空军无战斗机呢，因的陆军无战车呢，会遮尔勇敢着。其实咱应该甲咱这国际社会朋友对台湾的支持，给因一个掌声，好无？是安怎？是安怎？台湾有法度得到日本、美国、欧洲遮大的支持，这是台湾几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情形啊！我认为啦，有几项原因。第一呢，就是咱台湾面对这场的 COVID-19 的这个疫情啊，台湾意外互国际社会发现，你台湾这个国家竟然有遮尔悬的医疗卫生的水准之外，人民竟然才团结合作啊，和政府共同防疫啊，不只是会当自己保护家己，还会当帮助他人啊！大家纷纷认为台湾是国际社会一股良善的力量啊！讲到这，咱来互陈宗彦防疫五月天。伊和那个陈时中部长已经连续超过500天的记者会啊！另外因为咱伫这个疫情中间啊，互国际社会另外意外看到台湾啊，科技、产业、研发、应变的能力遮尔强啊！我甲大家报告几项数字，咱已经连续16个月外销的金额正成长了，连续4个月破历史新高。10月份啊，单一个月外销的金额突破400亿美金，这是台湾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咱去年的经济成长率3.11%，亚洲4小龙第1名。今年经济成长率会比去年搁较好，会来到6.09%，定着是亚洲4小龙第1名。毋是安尼尔，毋是安尼尔。咱台湾第一遍国民平均所得破3万块美金啦。那我估计无毋对啦差不多是32000几啦。韩国赢咱20年啊，今年伊会互咱越过，因差不多31000块美金尔。咱小弟还佫拍爆啊者。另外，你看，咱的半导体产业，哇！伫即边的疫情当中，互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了不起。你看美国、看德国、这个英国、意大利、法国，各国拢来拜托的，来拜托讲，咱敢会当一寡半导体产量分配互因的。所以大家看到台湾啊。毋是过去的台湾啊，即摆台湾伫国际社会认知内底，是国际社会一股进步力量，不止良善啊，而且佫进步。第三，就是国际社会，你若和外国的朋友开讲啦大家一定有经验。3-2句话就讲到讲，中国对台湾安尼威胁，恁感觉恁敢有惊吓？恁敢有啥物拍算？这表示啥呢？表示国际社会啊，对目前台湾徛伫迄个第一岛链的关键的这个位置啊，然后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维持世界民主的秩序，大概是真钦佩啦大概是真钦佩。所以大家纷纷认为讲台湾是非常冷静理性非常团结合作。坚持民主，捍卫主权，绝对无向共产制度退让就对了。所以伫即款的下面世界各国对台湾有非常钦佩，特别是即摆全世界真惊的讲共产主义的力量向外扩张，影响到世界民主的秩序。台湾伫第一线。
有法度则坚定、则勇敢，来面对中国的威胁，而且无任何惊吓。自然而然，大家认为讲台湾是国际上一个非常重要民主的力量，所以大家对台湾这样支持。但是，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既然咱几十年来，大家团结，大家拍拼，有这款的成果，其实咱应该爱勇敢自信，继续向前行。大家讲对唔对？但是呢，现主席的4项公投啊，对台湾未来的进步无任何帮助啦，无任何帮助。甚至呢，这4项公投会影响到台湾4项安全。比如讲，核能发电厂第4厂，这是起起停停已经22档啊，老爷车而且佫是拼装车啦。这若互伊顶来啊，台湾绝对会害。所以这牵涉到台湾环境的安全。第二呢，就是真爱藻礁这个公投啊，这牵涉到台湾能源的安全。其实大家已经拢足清楚，因为蔡总统上任了后，虽然有继续按李登辉前总统时代开始推动的这个天然气发电厂所需求的第3接收站、天然气第3接收站兴建的工课，但是有优先做好藻礁保护工课啊。过去李登辉前总统伫大潭这个所在起一个天然气发电厂，即摆起好啊，基础嘛拢做好啊。即摆就等讲天然气第3接收站，若会当顺利完工，拍算2年后，就要来顺利发电。1年会当发电137亿度电，供应北部用电，解决北部原先用电不足的问题之外，佫会当解决中部啦，煤炭发电影响空气种种的问题，但伊即个公投啊，万一啊，若通过了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咱台湾能源的安全。咱嘛无法度通继续蔡英文总统2016年就任了后开始推动的能源转型，就是核能发电厂，时间到，就可以停止。用再生能源，无论是太阳能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来取代。另外，煤炭发电原来50-60%，要甲降落来，用天然气发电来取代啦。所以伊即个能源转型的即个工作是实际上继续咧推动，但真可惜，即摆出现即个公投，有的人无了解，单纯看即个公投的议题，会认为讲，真爱藻礁就无毋对啊，应该爱来投同意，但是无去注意到讲，蔡总统有做好保护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开发的范围由原来232公顷，减少到剩23公顷，就是国民党政府时代所空的23公顷，咱继续用，咱无另外搁空，其他的200公顷，咱就保护起来。第二，码头原来规划是要起伫个岸边啦，海岸的岸边，咱即摆往外海摕1200公尺，大家真清楚诶，每摕一步拢都爱经费啊。先要摕到1200公尺，其实这嘛有参环保团体大家共同讨论，就是要保护藻礁啦。所以我讲今仔日，既然政府有做好保护藻礁的工作，而且天然气接收站遮尔重要着，咱应该爱互伊继续兴建。若无会去影响到台湾能源的安全啦。那第三呢，就是这个反来猪进口反对来猪进口这个公投。其实伊这个公投嘛无清楚，甲台湾社会讲清楚啦就是讲蔡总统伫个旧年开记者会，伫个今年正月7日正式开放。那政府是优先做好保护工作、健康安全
保护工课。政府是安怎做呢？第一就是用国际标准来保护人民的健康安全。伊这个标准就是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专家学者所定出来安全标准啦。这个标准嘛是马英九前总统所依据来开放美国来牛入来这个根据啊。所以已经开放8、9年啊，牛肉。食牛肉无问题，即个食猪肉有问题。我想这道理讲袂通嘛。何况政府嘛有做到讲清楚标示啦。就是讲进到，若讲真正有进口，内地进口入海关了后，要去大盘、中盘、小盘，拢都要公开透明，互社会会当清清楚楚了解。这就是要互咱的全国的民众有自由自主选择的机会啦。另外，其实咱嘛做清楚，台湾人食猪肉，拢去传统菜市啊嘛，去猪店买猪肉，和美国的内地的通路根本都无关系嘛。所以其实迄个时阵是有考虑清楚，才开放这个美国的内地进口。即个开放了后，效果已经发生，已经产生出来，就是讲美国和台湾，开始伫咧立法这个基础上，你谈判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咱也有法度通进一步签订自然而然，台湾未来商品卖到美国去，会阁进一步减免关税。另外一方面，因为咱接受国际贸易的规范啊。美国和日本拢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就是跨太平洋东坡全面进步协定啦，就是讲太平洋两岸10几个国家小少做生意彼此关税减免，所以咱台湾会当参加未来咱参这10几个国家做生意，自然而然关税就会当减少。但是你即摆若准讲无了解，政府已经有做好健康安全把关的工课，因为误会甲投同意票，咱已经开放啊，你阁甲动起来，咱和美国的这个贸易的关系就无法度通进一步发展。咱要加入 CPTPP， 嘛会产生困难。伫即款的下面啊，未来啦，10年、20年，咱的竞争袂赢日本。袂赢韩国，咱嘛袂赢东南亚国家，这对台湾影响足大。台湾人有一句话嘛，要顾佛祖嘛，爱先顾巴肚嘛，敢毋是？经济何等的重要，所以其实咱应该爱替咱台湾的企业家啦。虽然现主是有遐尔好的成绩，外销订单遐尔好，但是咱应该爱更加助因一臂之力，爱维持这个开放政策，毋通。怎安尼甲登起来？登起来了后，会互因登着非常大的困难即所以我讲，这个公投牵涉到台湾经济安全。那第4项就是公投北大选嘛。顶一道9合1的选举，其实咱已经清楚看甲真清楚。4点到啊，已经开始咧开票一大群人还阁咧排队等要投票。你看，大家毋知有注意到无？台北市国民党提名市长候选人，事后有对选举机关提出告诉大家知影嘛？你总应该有结果啊？未嘛？未有结果。我咧想讲，而且有结果，敢会讲现任的市长任期做煞，结果才出来，安尼毋知要安怎处理？万一若个国民党的候选人赢，看要安怎？国民党候选人总袂使讲摕这个。判决书去选举机关讲，顶斗应该是换我呢。4年就互伊做了，无后一届卖选，直接互我做，这也无可能啊。所以你这若无解决一定引起社会混乱另外一方面公投你看，迄争取足久啊。蔡同荣委员推动公民投票，就是要互咱台湾人。不只是会当用选举罢免法选人来替咱服务，嘛会当利用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重大政策，
安尼咱才是真真正正国家的主人啊！咱即摆好不容易有公民投票，结果顶一道一声10张公投票，事情拢无宣传啊，拢也无说明，因为每一个现场拢咧讲选举嘛。入去投票所，真侪人毋知10张他要安怎，为了凊彩投、黑白投，甚至无投，票筒就落落啊！这足拍算。所以立法院算真有责任，唔可以甲分开。既然18岁就会当投公投，是决定代志，所以2年投一届，固定伫个8月份的第4个拜六来举行。今年较特殊啦，因为碰到疫情，所以延到12月18。20岁才会当选举，所以甲分开。安尼一方面会当确保选举的特殊，袂造成社会混乱；另外一方面会当确保民主的品质啊。所以其实这是两全其美的做法，但真可惜，即摆国民党提案要求合作会，名义上是甲咱讲啦，安尼会当省一变工，但我咧想，咱千万毋通为了要省一变工，因此无用一世人。所以咱千万不可所以我讲，伊即个公投是牵涉到台湾民主的安全啦。所以咱一定爱坚持，这一定爱分开。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另外一个，我要甲大家报告的，就是讲，这4项公投除了有分别代表台湾4项安全以外，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个代志，就是讲真遗憾啦国民党对这4项公投的内容。态度前后不一啦，执政的时阵一种态度，即摆在野换一种态度。你看何氏是马英九总统时代甲封存啦，就是无要阁继续啊嘛。朱立伦主席做新北市市长的时阵，伊是反对核能发电厂第4厂伫贡寮兴建，但是因2个即摆拢赞成。互咱真意外。你讲这个真爱藻礁天然气第3接收站是毋是应该继续？按李登辉前总统时阵开始，到马英九总统，因的政策拢是要去啊，而且因的范围是232公顷啊，是按照蔡英文总统上任了后，民党政府才甲缩小，才甲码头往外海摕。朱立伦做新北市市长的时阵，是反对天然气第3接收站迁到台北港新北市北里这个所在。结果因即摆因2个拢赞成，要甲停掉。过去2个拢赞成伫桃园才继续去，即摆这2个人态度拢改变，拢希望会当换到新北市。另外。这个反莱猪公投，马英九总统过去伊是赞成的，阿扁总统赞成，但是迄个时阵朝小野大无法度通过。换马英九总统时代嘛推动牛甲猪拢要开放进口，迄个时候民进党一直等到讲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标准定出来。会当确保人民的健康所以同意。迄个时阵牛升入来，即摆换蔡英文总统要开放猪，理论上应该爱支持嘛，对无？参与做总统的时阵的政策是共款的，但是伊即摆在野伊反对另外公投北大选，过去国民党时代反对公投，国民党一直拢徛伫个民主的对立面啦，因是反对公投。结果因即摆突然间变成支持公投，而且门要搁甲炮开，无论讲到底会乱未乱，所以我讲我要甲大家报告，讲真可惜，这4项公投，其实政府支持，拜托大家投4个无同意，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那国民党希望大家投4个同意。伊今仔日的态度，参过去是完全无共款的。这是一个政治诉求，毋是就事论事啦，真可惜。另外，我要甲大家报告，这4项公投，每一项
拢超过20档以上。这4个公投的内容啦，伫台湾社会已经讨论也好，吵吵闹闹也好，发生各种的纷争也好，拢超过20档。你看，核能发电厂第4厂，1999年3月份动工，到即当今22年，哈，你看真爱藻礁牵涉到大潭天然气发电厂是毋是要来发电？按李登辉前总统时代到即当今超过20档。莱猪要不要进口？来牛要不要进口？按陈水扁总统时代开始到即当今超过20档。公投白大选，台湾社会是毋是应该爱有公投？公投要安怎投？讨论超过20档，好不容易哦，好不容易，现主席已经拢有决定，核能发电厂第4厂嘛有决定无要起啊，真爱藻礁嘛有决定啊，已经开始咧起啊，就电厂都起好啊，基础嘛拢做好啊，啊，就起一半啊。第三项就是内底是毋是要进口？啊，就牛嘛进口啊，啊，猪嘛已经进口1年啊。公投白大选，啊，顶斗的混乱，立法院修法都通过啊。啊，所以咱这边安尼进行到时间甲空间来甲大家报告，互大家做正确的决定，正确的决定。20档啊，好不容易有一个决定，台湾社会的社会成本无应该继续浪费伫遮。若准是4个公投案拢阁通过，这4个议题会阁伫台湾社会继续造成纷争啦。对台湾社会冲击非常非常大。我要甲大家报告的是讲，台湾人怎样拍拼，怎样勇敢，好不容易得到国际社会这大的肯定，啊，经济咱也有相当的基础，咱应该伫这个基础上继续勇敢自信向前行，无应该阁行回头路。大家讲对毋对？大家无应该阁行回头路。咱的少年呢？毋通互伊阁含伫遮，吼！咱的囡仔，互因专心全力，伫咧咱替伊所开的门，互因伫咧咱替伊铺的路顶悬，伫咧国际社会甲人竞争啊！毋好甲伊关伫咧岛内，低调来搭地某，搭来搭去，台湾会惊的。大家有赞成无？有赞成无？另外，这4项安全吼，环环相扣，会影响到台湾国家的安全。大家想看卖？今仔日反来伫进口的公投若通过，咱等于是向美国进行经济制裁。咱已经开放啊，突然间共转起来，就敢若像美国川普总统甲中国提高关税共款啊。这伫经济贸易的意义上是咱等于共进行经济制裁。咱失信于美国，失信于国际社会。当中国威胁台湾，扬言武力要攻打台湾，国际社会非常注目、非常支持台湾的时阵，咱袂使向国际社会传达错误的消息啦。咱要国际社会了解，台湾人勇敢，认真拍拼，支持政府，对台湾有信心。我要和国际社会做朋友。今日若4项公投拢通过，那不行啦，4项拢通过，影响到整体国家安全。国际社会火气，台湾安尼是要创啊？台湾是安怎？是要行回头路，还是要行向另外一边？大家都讲好啊，民主阵营，大家要徛做伙，要斗阵拍拼，这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伫咧遮，今仔真欢喜有机会来到双连教会，参咱各位
啊，兄弟姊妹吼，大家共同关心台湾的前途。在我认为啦，12月18公投重要性无输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特别是这边啊，特别是这边，所以敬请大家吼啊全力会当支持，吼，佮招呼较侪人啊出来投票，啊投下4项无同意，啊，互台湾继续行入国际社会，努力，多谢。安尼咱要翕相哦，但是翕相敢若贵宾几位尔，所以我正要请这个智慧来，伊到对面顶翕咱每一个人。啊，咱这个要翕的瞬间哦，甲马术裤摕落来，吼，安尼大家留一下纪念。啊，真啊等下因为贵宾无几个，啊，所以惊讲啊翕了啊，大家足遗憾的，所以我请智慧来帮咱翕一张相。请几位贵宾来甲副总统翕一张相哈。啊，你若自认你是贵宾，你嘛使起来啦。等下哦，翕一张正常的，啊，翕一张安尼，啊。你们就是贵宾。双连教会迄个长老，请拢起来嘿。